玄奘两个字比较正确的。第一行第二个字学士的士，知识常识那个士啊，不要以寸绣毁掉剧目，更正就好，有缺失补救就好。大般若经系列就600卷了，金刚经是第577卷。玄奘大师翻译的叫能断金刚经，一般呢流通的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，很有名的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玄奘大师翻译的是根据梵文词义的，研究梵文的要参考玄奘大师的《能断金刚经》。翻译的75部1340卷，最下面一行也有说76部1347卷。75部的占多数，1300多卷是固定的。从这个资料算出来1000多卷了。你看这唯识学的最下面一行左下角，成唯论应该是成唯识论，这是唯识学的。义空法师交代说，对唯识学有兴趣的，先看八识归己受，然后再看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，佛光山业文化出版的也有出版，解释成唯识论的书好多大本，以及是地论解释的书很厚。